墙外的天地虽然有它的辽阔，但和我们的小狗还有着天涯之隔。这才是小家伙们落地的第8天，此刻他们的视力和听力尚未发育完全，用来认识世界唯一的利器只有自己的鼻子。不同于颜值即正义的人类，大多数哺乳动物感知世界的主要工具不是视觉，而是嗅觉。正因如此，它们的鼻子永远是发育的先头部队。大自然里搔首弄姿的气味分子，钻进高于人类几10倍面积的小狗鼻腔，和丰富的嗅觉神经末梢相遇，火花一经点燃，便迅速上传到大脑相应处理区域。于是，一个刚从地里出道的橘色胡萝卜，一丛对着蜜蜂暗送秋波的明黄野花，一片凭着好风直上青云的洁白柳絮，在小狗暂时昏暗的世界里，已经有了抽象的轮廓。这可以。和城市里对待宠物的方式不一样，村子里的主人很少会为自己的狗购买玩具或零食，但在小狗的花色上，他们还是会有自己的标准和偏爱。色泽狗稍微好一点，它没牌的嘛，小黑。从外观上看，我们很难判断它们究竟属于哪个品种，但和村子里大部分的狗一样，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称呼——串串。至于它们的爸爸是谁，连主人也未必清楚。这个问题只能求助于它们的妈妈了。当然，还有一种辨别方式也许有用，就是有点费时间，那就是等它们长大。